来看桃园市创立一个自主学习3.0的实验室，学生的年会为国校到高中拢有。这个所在免考试，嘛袂讲情啊，提醒你上课甲下课，让学生主动合适，会使选家己有兴趣的课程。好，不错，哇，不错。用手甲酒精灯点落刀，用火烧纸票，火龙卷还有这个静电天女散花，每一个科学实验拢互学生囡仔大开眼界。教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戴明峰，不过这毋是大学的教室，是桃园市首创的自主学习3.0实验室。囡仔毋若主动参加学习，嘛真有想法。自主的时候，就是可以自己排自己想要去做什么事，可是在学校就是都是老师在帮忙排课。科学方面如果要更细的话，我是会喜欢天文。然后我就是以后就会想要当天文学家。当我在考试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问我自己：分数真的有到那么重要吗？是分数要决定人生，还是我自己才能决定我的人生？甲传统这些教育课程无共，这无考试，嘛无上下课的钟声。自主学习3.0实验室内底囡仔，为国小、国中甲高中拢有，因脱离学习的限制，选家己有兴趣的多元课程。无共年岁的囡仔做伙学习，哪做哪学，嘛去大学参访，伫专业实验室内底做实验。学生不是在一般标准的学制里面，被课程的框架框住，所以他们的学习比较灵活。也比较不受限。自主实验教室主要是提供学生们探索学习的能力，所以我们有给他非常多元的课程那让他有实际操作。桃园市当年差不多有1000个自主学习的学生囡仔。实验室召集人表示，自主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希望会当提供较完整的资源，帮助囡仔了解未来，也甲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大学教授是认为，自主学习无受学校考试制度的影响，时间较自由，嘛较好调整。学生囡仔学习的意愿悬，唔惊失败，嘛鼓励囡仔参加比赛，为失败中会当了解更较侪知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